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介紹一個位置鐵路盤 Grand YOHO 一個叫做特色單位嘅兩房俾大家睇。咁咧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去片睇下點樣特色法呢個單位。業主咧抌晒裝修費落去㗎啦。咁咧呢度咧全屋裝修打造過嘅。咁我哋廁所先啦，廁所名廁設計，咁有窗嘅，咁浴缸式咯，主要都係用。我哋有個實廚設計，咁咧道門咧都自己改造過啦，業主嗰邊。咁話明特色單位啦，咁我哋開箱。咁咧呢個單位咧主要有個111尺嘅平台，咁咧有晒燒烤爐啊，可以喺度約埋朋友嚟做個燒烤啦。主要咧望翻內園泳池景嘅，咁佢成個單位嘅主貌啦，影一影俾你睇先。客飯廳都好分明。咁另外啦，個業主就兩房改咗做一房，呢間主要就做咗主人房先啦。咁另外呢度就做咗個自己私人嘅工作室咯。好啦，今日介紹到咁多咯，咁睇一睇多次個全貌。